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总统蔡英文伫美国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麦卡锡强调中国无权利干涉伊要去倒位，甲什么人见面。中印海运巴拿马一个货轮单飞入菲律宾的港口时阵，却受到海贼威胁，加在军舰拢平安，无重大财富损失。国道客运局业者要起价咯，富兴客运宣布对4月17开始车票会起10%，上贵起30块。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啦，而且要和这下党派机关进行会谈。蔡总统感谢美国坚定支持，和台湾人民袂孤单。双人会谈引起中国掉卡断地，甚至有美国机关受到警告批信，要求袂当参与。麦卡锡是搁再强调，中国是无权利干涉伊要去倒位。虽然伊目前无访问台湾的计划，并无代表讲以后袂去台湾。这边的握手有历史性的意义。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随5早起伫咧加州雷根图书馆进行会晤。麦卡锡特别伫咧蔡总统坐车到位前几分钟，就先对闭门行出来迎接。这是台湾总统第一遍伫咧美国本土甲美国国会议长见面。开嘴叫台湾总统，正和蔡总统面子，包括麦卡锡在内参加的共和甲民主两党跨党派议员总共有18人进行闭门会谈。会后，蔡总统甲麦卡锡做伙伫咧空军1号馆发表感谢谈话。We are not isolated, and we are not alone. I reiterated Taiwan's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the peaceful status quo.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we are stronger when we are together. 创卖会全世界拢注意，有超过100间媒体一早起就排队做安检，不过也引起中国的不满，甚至出动小飞机游布条，顶头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为议员伫前一天要收到来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警告批，叫因莫参加，若无中国的采取行动。An attempt to get us, to intimidate us and to get us to back down. And as I said in my speech, you know, wh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meets with on American soil is, quite frankly, none of the CCP's business. No, 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escalate. I am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There is no place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ell me and where I can go or who I can speak to, whether you be foe or whether you be friend. I'm not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Houston Rockets. 麦卡锡态度正强硬重申，中国无资格管于要甲啥人见面。这马虽然无访问台湾的计划，不过无代表以后袂去，也提出3点必要作为，包括继续对台军售、强化经济合作，也佫继续伫世界舞台促进共享价值。We must continue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make sure such sales reach Taiwan on a very timely basis. Second, we must strengthen our economic cooperation, particularly with trade and technology. 这边外国媒体对蔡卖会评价大部分拢是恶毒。华盛顿邮报讲，这是台湾国际形象的高峰。不过有一寡媒体担心北京所落来反应，讲若台海发生冲突，美国人民敢会支持出兵帮助台湾。对此，麦卡锡讲，这是假设性的问题，这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防止这种情形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了后，引起中国不满。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编队遂进行头一届的西太平洋航训。这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山东号目前伫咧俄罗斯东方200海里的所在。另外，美军的尼米兹航舰也伫咧台海东部离台湾400海里的所在。外界也伫咧烦恼讲，敢会引起军事演练咧？邱国正表示，无排除任何可能性。日本官房长官上野博一是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对国际社会也是真重要的。
总统蔡英文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吸到中共的敏感神经。共军卡200反舰直升机测来超过海峡中线，国防嘛掌握中共山东号经过台湾东南海峡，展开头一届西太平洋的航训。国防部长邱国正进一步证实，山东号目前伫俄罗斯东方200海里，是不是为军演做准备引起关心？目前航母出来，通常一般演习就不外乎起降，但目前还没有发觉。我们军人对于任何一样事情啊，都把它当一个可能嘛，好吧？我们不排除，但可能到底多大可能，我们要看真后。这是山东舰第21届航训，咱出动老花叶舰先攻击巡航舰离56海里的所在监视。邱国正证实，美军尼米兹航舰伫台海东部离咱400海里的所在。日本防卫省公布山东号的位置，伫普照群岛南方差不多300公里的所在。随行军舰包括柳州号飞弹护卫舰、沙间乌户综合补给舰。因为山东号头一届出南海，拄是总统过境美国，邱国正讲时机敏感，维持重点戒备。日本阁声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はもとより国際社会全体の安定にとっても重要であり、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中国側に直接しっかり伝えるとともに、米国をはじめとする同盟国、同志国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中共宣布要伫台海展开联合巡航巡查，派出海巡空陆放调要上咱方的船只检查。外界解读中共想要把台海内海化。现场检查询问有没有发生过？目前也没有，我们也在关注这次海巡06，它会不会又再形塑一个新的常态？针对海巡空陆接济动作，海巡署派遣新德南持续监控捍卫主权。刘伟辉表示，目前中方并无上船检查需要，强调中方拢用海巡船实施非海巡任务，对于往来台湾海峡任何国籍的船只，拢真无方便，甚至是干扰，是真无文明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英海运巴拿马这边这货柜轮中平轮超过半暝2点，伫咧菲律宾马尼拉港等要入港的时阵，所有海贼爬上船，甚至有水手互人压情压掉咧。这船长随通报菲律宾海巡署甲巴拿马相关单位，目前船员拢平安，也无重大的载捕损失。中英海运货轮传出海贼攻击，一只巴拿马籍货柜船中平轮超过透早2点，伫菲律宾马尼拉港外趴艇等要入港，常常有几落个压情的人上船，船顶的人有翕到惊险的画面。海贼压情，船员敢若活巴拉甲捕头，其中一个印尼籍科罗互拖去拍，险啊互弹落海，好甲载互连开，走登去船舱汇报，一群人拢密入驾驶台求救。中平海运证实，中平轮互匪徒上船抢劫，船长拘捕了后，随通报菲律宾海巡署甲船籍个巴拿马相关单位，船顶的人拢平安，而且无重大财务损失。菲律宾海巡署已经上船调查，未影响原定船期。学者认为，中平轮当时已经准备入港，离港口无偌远，也是互海贼攻击，凸显菲律宾海上治安出现警醒，才会发生这个意外。因为那个应该还是在菲律宾的管辖范围内的，不是在公海。那公海的话，有国际的公约去处理。菲律宾好像也有游击队啊等等之类。当然，他们的治安那个部分是让人家存疑的。他们的军方啊、警方等等，针对这一块也要去做积极的处理啊。中英海运的货船拄到海贼攻击，毋若即届，2年前中威轮都捌拄到索马利亚海贼攻击。吴泰林表示，索马利亚海贼较早正创手，最近有效压制。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去年全球海贼的活动降到2008年以来最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有一位姓王的组长，伊行地路，伊的太太要写一封公开的批信，即期这死亡原因无单纯，强调伊的翁婿在生进前有录音，强调伊的清白，而且佫把这录音交予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针对这款的情形，外交部强调讲，若准有需要，会派人去到巴西调查。拉比司也证实讲，确实有录音档案，也已经交予这政府单位处理啊。北派驻西班牙去年派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的姓王的组长，3月伫咧巴西徛街跳楼自杀。伊的牵手写公开批予外交部长吴钊燮，要替伊的翁婿申冤。除了即期牵涉到40万美金的官社修理费用核销，也佫互同事诬赖贪污的职场霸凌，在审的时阵有录音说明，交予外交部拉比司。绝对没有当场指控他贪污的这件事情。
重点的话，基本上是说，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关卡没办法过，然后呢，他有强调说，没有拿公家1毛钱。外交部官员找人到立法院备询，拉比斯证实确实有录音档，已经交予警方人员处理。李伟问，甲官司的修理费用敢有关系？官邸的修缮跟他到来报道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家案子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他没有接触到这个经费，会要由他核销吗？没有，不会要他核销，不可能。李伟认为办事处的公正性已经让人质疑，是不是派警方人员去调查？各种可行性的方案我们都会做，这个事情我们一定秉公处理，需要的话我们一定会去。陈良光表示，外交部会秉公处理，若是有需要，一定会派警方人员过去调查。对发生这种遗憾的代志，心内真艰苦，也对家属表达哀悼。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咧噗噗较抢市的演唱会或者是艺术表演的门票，有人是故意甲伊买来了后，塔关价，搁再卖出去。行政议会通过修法，要动处罚一寡票贩仔。未来若准是甲这门票塔关价，就会当甲罚门票价值10倍到50倍。若准是使用软体或者是假资料去抢门票，上当会当关3年，搁再罚300万。南韩女团 BLACKPINK 进前来台湾演唱，为少黄牛起大价卖票，类似的情形无罕见。亲像去年11月，南韩团体 Super Junior 队长伫当时直播的时阵，就讲来台湾的演唱会本来讲干那2场，后来加开第3场，都是因为黄牛抢光。 대만 콘서트는 2회였다가 안표가 엄청났다는 얘기를 들었어요, 그렇죠? 就是上网去买就是受骗，然后可能都是原来的票价的好几倍。台语歌手洪立友嘛捌为卖将风骗讲话，行政议会设立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被冻罚黄牛。 只要超过票面的金额，或者是票的定价加价转售，就构成黄牛。身份产生器啦这一类的方式来做购票，或者是外挂城市机器人扫票，那这个也是现在主要黄牛票最大困扰的类型。草案中写明要阻止加钱转卖艺文表演票券，其中嘛包含使用不当方式取得的行为，加钱换倍或票用金额10至50倍。那用外挂等不当方式取得票券，是行政法加刑法做伙罚。如果是代购的话，按照目前这个条文，应该就可以罚得到。还没有贩售，只是意图贩售、意图贩卖的话，可能还罚不到。 非公自用、意图盈利而上架陈列贩卖，这样就可以加以处罚了。若是新名制是不是入法？文化部评估认为现阶段无强制立法，会持续辅导业者实施新名制，并建立合法的二手票券平台。另外，这个修法嘛，针对个人也是事业单位伫投资影视影展的时阵，会当享有租税优惠，希望持续壮大台湾的文创。记者综合报道。 消署公布上届新的边境违规清查的一个名单，有一批对中国进口2000多公斤外河流，因为互人检出讲有叫不残留，规批就要摕到登去。这是这2年来头一届验到外河流违规用药的案例，会对这进口商提悬抽检比例上悬到50%。 河流的肉质是真油，有真侪蛋白质和维生素 A， 是一种营养价值真悬的淡水鱼。不过，食药署初六公布上新的边境查验违规的清单，其中一批对中国进口有2222公斤遮侪外河流，互检出动物用药恩福岿兰水酸，拢互退登去消费，袂当入来。这一批火泥鳅有检出动物用药恩福岿林说酸0.04个 ppm， 这个用药目前是没有 允许使用在水产品。食药署讲，恩福岿兰水酸虽然是动物用药，但是并无核准用伫水产品。照规定是袂当检出。动物科的医师是警告，动物实验发现讲，若食过量，恐惊会增加幻想，肠胃无爽快，想要吐，甚至是神经病变的风险。过量使用，也注意到说会增加肾衰竭，还有增加一些神经病变的风险，例如说动物会出现嗜睡。 还有抽搐的风险。食药署强调，这是2年来，国内第一摆去抓到外河流的违规用药，会针对这个进口商对中国进口外河流抽检的比例，对原本是2%到10%，提悬变做20%到50%。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伫今仔日新增加2例本土交织的确诊个案，是伫咧台北市甲新竹县。另外，这交织确诊者的隔离疾管署表示，明仔载会参地方政府讨论，希望会当用自主健康管理的模式来进行，会伫咧后礼拜2公布。疾管署初六公布新增加2例本土交织个案，分别是伫台北市甲新竹县的20多岁男性甲50多岁的男性，有出现发烧、咳咳啦、起红疹、水泡等等症头，有考虑7个高风险甲27个低风险的接触者。交织疫情为去年6月23到今，已经累积23个确诊的个案，比先前一周新增4例来的看起来是下降哈，不过会不会是因为有连假的期间哈，民众那个延迟就医，清明连假还蛮多人出国的，也要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连假后又再有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哈，再引起本土的疫情，所以这部分目前还没有可以松懈的本钱。现主时交织的确诊者要住院隔离到检批6落来才通出院，但是有患者认为怪伤久。顶礼拜5，疾管署公布专家会议的讨论结果，要放宽隔离标准。初六疾管署记者会，罗一军表示，因为牵涉地方卫生人员的执行状况，初7会参地方政府开会，11才会说明新的方案。都有一些副案，不过在执行面会有一些需要卫生局来做配合，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出门的时候谁来帮他进行评估，然后哪一些这个症状，如果说有需要就医来评估的时候，如何来进行安排？目前并没有打算是比照用居家隔离这样严格的措施来进行猴痘个案的管理，我们会比较倾向是用自主健康管理的模式。一罐细细罐白色的玻璃罐仔，这就是交织疫苗。疾管署表示，4月初10下晡2点开放第2阶段交织疫苗的意愿登记，估计提供25000个名额。登记完成了后，的注射时间，该看全台48间合作病院的安排。记者郭明水台北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针对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局势，欧盟除了伫咧军事甲经济方面直接援助乌克兰以外，也对外交来下手。法国总统马克宏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初5去到中国北京访问，而且初6也搁再见到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希望会当减弱中国甲罗西亚战略合作关系。不过，根据到德国之声因的报道来指出，讲北京当局对这届会谈恐惊是有其他意图。马克宏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外口的广场接受习近平的军礼欢迎，接下来双方开始国防会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法关系保持了积极稳健的发展势头。进前，马克宏甲冯德莱恩先后甲新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强见面，也分别进行双边会谈。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取得广泛的共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方向，也能释放中法、中欧协力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积极信号。因为习近平伫3月底才访问莫斯科，甲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宣誓强化双边的战略合作关系。因若西方国家一直都认为中国是俄罗斯上主要的外国武器供应来源，所以马克宏甲冯德莱恩这边访问北京，就是希望减少中俄之间的合作，用外交鼓励俄罗斯来减轻乌克兰的军事压力。德国之声报道讲，中国方面对这边会谈有另外的目的。因为除了伫咧印太地区和美国领导的联盟围堵，经济上也因为科技等产业和美国切断供应链，面对相当的困境。所以北京想要强化甲欧盟的经贸，来减轻甚至是摆脱美国的压力。因若对欧盟来讲，甲中国的经贸利益是无法度放弃的大饼。伫外交孤立俄罗斯、挺乌克兰，抑个维持甲中国经贸往来之间，欧盟会当有偌济运作的空间，一概观察。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和波兰总统杜达见面，波兰要搁再提供4台战斗机予乌克兰。美国国防部也公布会继续提供乌克兰美金26亿的军事援助。那罗西亚总统普京是伫咧秘书区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见面，普京也指控西方的情报机构参与罗西亚国内恐怖攻击。
波兰总统杜达翁仔某伫门口迎接来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翁仔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年外，波兰是乌克兰上界重要的界界国，那接纳超过100万乌克兰难民，嘛大声提供乌军战车甲米格战机。未来几礼拜至几个月内，乌克兰计划要反攻，夺回东部甲南部的失土。波兰也再一次提供军援。W ich bardzo trudnej dzisiaj walce przeciwko rosyjskiemu najeźdźcy wierzę w to głęboko, że takie gwarancje uda nam się dla Ukrainy uzyskać jako wstęp, powtarzam wstęp, do przyszłego członkostwa Ukrainy w pełni w Sojuszu Północnoatlantyckim. 泽伦斯基这届除了协办波兰最高荣誉的表演勋章，美国加杜达来讨论各项议题。农业方面，因为战争发生了后，乌克兰出口真俗的赤鸭，致使东欧几落个国家赤鸭的销量甲农民的生活受影响。波兰已经有农民对这件代志真不满，后面要延长乌克兰赤鸭免税进口，也佫致使波兰农业部长的请辞。Питання щодо наших фермерів, польських фермерів і українських фермерів, ми знайшли вихід. Я вважаю, що найближчі дні, тижні ми вирішимо остаточно всі питання, тому що не може бути будь-яких. 美国也公布伫发动反攻进程，美国提供乌克兰26亿美金的新军事援助，包括5亿美金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炮弹，也有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等。同一天，普廷也伫莫斯科甲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讨论武器相关问题。卢卡申科是讲，双方讨论部署的战术核子战略，包括更较强大的核子武器来应对为乌克兰西方盟友来威胁。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所来这条新闻看起来真悲伤。巴西昨有一个查甫人，伊提斧头冲入去幼稚园，扑死4个囡仔，造成5个人受伤。这嫌犯也向警方自首，因总统也公开谴责这款行为。初5的暗时啊，巴西圣卡塔里娜州布鲁梅瑙市这间幼儿园伫个外口举办烛光活动，伫个日时啊，才发生用斧头啊扑死幼儿的恐怖事件。代志发生的时阵，园内差不多有40个囡仔。Eu não pensou isso, que pudesse ser massacre. 当局表示讲，25岁的嫌疑犯是这州的居民，炸斧头啊翻墙入去校园，到运动场为当时当咧活动的囡仔各甲扑去，然后甲警方自首。伊犯案的动机也搁咧调查，初步了解伊是甲学校无任何地带，毋过有伤害前科，伊捌4摆去互人绑起来，即便伊犯案是单独行动，初判无强苗。4 homicídios qualificados tentados. Está sendo encaminhado na sequência para o Poder Judiciário para uma audiência de custódia. 一个紧急事务官原表示，嫌疑犯伊主要是攻击囡仔的头，不幸无命的囡仔伊的年岁伫个5岁至7岁即骹兜，另外还佫有5个囡仔气互扑着伤，已经紧急送医。巴西媒体报道，有一个教职人员表示，嫌疑犯就是要来杀人的。伫个嫌犯离开了后，伊紧要走去运动场，发现讲其中有一个囡仔还佫有溃死啊，佮随家做心腹复苏术 CPR， 不过上尾还是无法度甲救回来。看到平常时啊咧斗阵的囡仔，互人看白布，伊的心肝亲像沾咧污。Que deixa todos nós seres humanos enojados, que penso que todos nós que somos pais, avós, mães, tios jamais imaginávamos que pudesse acontecer. 巴西这几年来，校园的攻击事件一直增加，特别是这个幼儿园的暴力事件。2017年甲2021年拢有发生凶手弄入去幼儿园抬手无寸铁的老师甲幼儿。其中2017年的案件，地带有精神疾病的凶手，伊阁甲酒精淋伫家己甲一场囡仔身上，死伤惨重。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接落来，咱来看巴基斯坦因当着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物件是贵价买袂起。真济民众来领这免费食食的时阵，又搁发生人打死人的意外，上报有16个人死亡，真济是妇女甲囡仔。巴基斯坦民众扎达失去囝儿面大悲，向挚爱的亲友致意。伊7个囝儿杀着3月30日伫克拉市一间工厂领免费食米的时阵，碰到车祸意外，除了杀着，50个妇女和儿童重伤不治。
जो भी खैराती इदारे हैं अगर किसी का वो कुछ देना चाहे हालात आपके सामने है कि लोग भूख से मर रहे तो भाई पुलिस को बुला लें रेंजर को बुला लें इसके अलावा अपनी जाती सिक्योरिटी हो तो उनको खड़ा कर दें 在戒嚴期間，巴基斯坦各地嘅事務發放中心發生幾若件車禍事件。在經歷政治無穩定和極端氣候災害了後，巴基斯坦佫拄到史上上嚴重嘅經濟困難。35%嘅通膨率是1970年代以來嘅歷史新高點。根據統計局數據，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受到食品、食用油和電價大起影響，比頂個月加 3.72%。食品價上起超過 47%， 愈來愈多中產階級買袂起食米。 महंगाई इतने हम अफोर्ड नहीं कर पाते तो इधर आते हैं यानी कि हमको खाने को कुछ मिल जाता है इफ्तारी करने को मिल जाता है इस वक्त जितने लोग जो पहले इमदाद लेने नहीं आते थे अब ज़्यादा जो है वो आना शुरू हो गए हैं लोगों ने और ख़ासकर वर्किंग क्लास की जो सूरत हाल है 巴基斯坦消費機構講，以前家戶食物支出佔總收入一半，即馬刷起到8成。高通膨嘛衝擊消費機構嘅經營，關租減一半以上。 造成物資發放出現多意外，小連續發生幾若件車禍事件，甚至食品物資在亂中被民眾搶劫。巴基斯坦政府已經和國際貨幣基金 IMF 達成援助協議，若是統計，會當得到美金10億嘅紓困資金，化解當前嘅社會危機。公視新聞張秀芬編譯。 時代一個變化，查甫病懸病大，想袂到這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打壓女性權益是直接佇咧發生。塔利班初時宣布，加自2022年12月禁止女性替 NGO 非政府組織做事嘅禁令，國際擴大到這聯合國機構也袂當。目前已經有一寡婦女被禁止袂當去聯合國機構上班。聯合國為咗這個員工嘅安全，也要求駐阿富汗人員未來48點鐘攏先莫來上班。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為2021年8月將權以來，常常公告打壓女性相關權益嘅命令，除了禁止女性讀冊、打壓女性嘅工作權以外，2020年12月，又閣下令禁止女性替 NGO 非政府組織工作，暫時閣傳出要甲工作禁令嘅範圍擴大到聯合國組織，已經有部分人獲禁止去東部嘅聯合國機構工作。Clear violation of ou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f women. I have met our female staff members and they're essential for UN's work, including in the delivery of life-saving assistance. And some national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restrictions on their movement. 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阿米娜表示，暫時聯合國正在甲塔利班政府協商，希望會當釐清新的禁令內容。在受到政治部的說明進前，聯合國為咗所有工作人員的安全，嘛要求駐阿富汗的人員未來48點鐘先莫上班。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強烈譴責塔利班政府，要求即時撤銷禁令，表示已經違反國際人權法。 The Secretary General emphasizes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this decision will harm the Afghan people, millions of whom need assistance. The Secretary General calls on the Taliban to immediately revoke the decision and reverse all measures that restrict women's rights and girls' rights to work, education, and freedom of movement. 根據聯合國統計，在阿富汗工作嘅3900名工作人員內底，有3300人是阿富汗人，女性佔600人左右，其中有400人是阿富汗婦女。2020年公告禁止替 NGO 工作了後，部分非政府組織用暫停援助行動來表達抗議。不過塔利班政府堅持要在阿富汗運作，都要遵守規定，上尾後受苦嘅也是阿富汗人民。公視新聞台是唐平玉。 前總統馬英九人登去中國，今早去到上海復旦大學，甲學生交流。致辭的時陣，以孫中山過身進前所講的和平奮鬥救中國，期待兩岸的少年家會當做伙奮鬥。馬英九初7會登台灣，獨派團體也嗆講，明仔下晡要去桃園機場召開記者會，抗議馬英九出賣台灣。故人西辭黃鶴樓啊，煙花3月下揚州。 等於詩詞的功力，念唐詩。前總統馬英九總結以這座訪問過城市，念出當地有名的詩詞。隨後再去到上海復旦大學進行第3筆的兩岸學生交流，邀請復旦大學的師生來台灣訪問，也親自陪大家做伙了解台灣的風土人情，也希望兩岸青年最近和平奮鬥，進行中華。那我們希望
两岸的年轻人未来能够像复旦大学的校训那样的具有深意，日月光华，旦复旦夕，两岸之间能够和平奋斗，振兴中华。马英九讲，过去两岸的少年人较无交流的机会，即马两岸当局应该更加努力，这样两边的少年人友谊愈来愈好，就当降低两岸发生冲突的机会。大陆电视台制作了我个人祭祖跟这个扫墓的视频，点阅的人能超过1亿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现象，让两岸都感受到我们其实是有一样的家国情怀。结束复旦大学的交流了，马前总统中昼去和平饭店加大商食饭，各地大商会长拢发表家己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加建议。一道一起参访上海城市规划馆，一个苏杭村口博物馆。420个枪弹孔，代表着我们8年的全面抗战。苏杭村口的壁顶一个看得到枪支坑，马前总统详细听解说。这桩访问中国的行程就即要结束，按算初7返来台湾，结束12天的制作交流。大派团体讲会去桃园机场抗议马英九卖台。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日通过修法，针对故意破坏入侵关键基础设施，会用专条方式加重刑责。草案明定偷摕、毁坏或者是用其他非法的方式危害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或这功能无到正常运作，而且佫害死人者，会当关7年到无期徒刑，而且罚金爱到1亿。今年2月，台马的海缆线防破坏，影响到马祖的通信。所以，会当用刑法的毁损罪来处罚，处罚的程度和损害的严重性是差伤多。行政院初6通过《定业法》等22项修正草案，会以专条来定罚则。以专条方式明定特别罚则，共计修正22部法律。这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等重要设施的实体破坏及虚拟侵害等行为加重刑责，以其能达到嚇阻不法的效果。这摆修法有3个重点，包括保护重要场所和核心设备，若危害功能正常运作，这行为和侵害的程度加重刑责。亲像偷摕、损坏还是危害功能正常运作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佫会当罚500万以下的罚金。若危害国安还是社会安定，上重会当判10年。若使人死亡，判无期徒刑和1亿以下的罚金。以无人机来讲，若是危害航空站正常的运作，除了照即卖的法则没收无人机，修法了后是增加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500万以下的罚金。若是海缆线防破坏，修法了后，不管是国内的海缆线机房，还是国际海缆线登陆站，还是海上缆线，拢算在内，造成死亡上重判无期徒刑。现行实务的案例的态样，我们处罚过失犯，而且提高了罚金的额度，由20万元调升到200万元以下。这个法修正通过，也要落实执法哈。那这个执法在海巡的部分，如果讲是海缆这一部分的话，怎么去强化它的执法功能，也是未来我们的重点之一。亲像统机场去年北平电车系统的电缆线互人破坏，造成第2航站是大停电。行政院希望讲提供执法的依据，保障国家安全和民众的权益。所到来草案就会送入法院去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拆假状元在，这诈骗集团佫在利用这个假的基地台地做诈骗。警方调查发现，31岁姓郭查甫人涉嫌受到这中国电视指示，竟然较济捷运站下手，透过伪造基地台甲特定的电信信号查落来，发免费的诈骗简讯，拐民众点入去骗个人资料，偷入因的信用卡，3个月超过30人互骗去，损失要上差不多300万。诈骗集团之前发简讯骗你投资加来，已经过时啊，怎么有新部署？我就设一个，我们发送的号码是 CIB， 简讯内容的话也可以任意改。警方亲自模拟，行动基地台采好了，只要系统开会，你随在你拍，免几分钟，信息就传出去，民众就收到。大批警察当场抓到人，查到假去。31岁姓郭查甫人涉嫌造车犯案，警方发现伊用假基地台设定台湾大哥大的辨识码，发射电波，
甲台哥大的信号查来，传送钓鱼的简讯，假冒远通电收 ETC， 讲扣款失败，或者是假造药山银行，讲网络银行停止使用，骗人连起新的点，银行伫咧半径500公尺内，拢会被强制收信息。这个发送的过程呢，因为不用经过电信公司，所以它等于是发送免费的简讯，它都会挑在捷运站。这种人潮比较多，或像顶好商圈这个有大量的行人路过的地方，骗人拢免开钱。去年估计到11个，估计诈骗集团已经推播3万条简讯，有30几户台哥大的用户个人资料互人骗去，被盗用信用卡，损失超过300万。案件的表载就是因为被害人报案，警方发现这款简讯拢是用假机地带传送，无经过电信业者。那被害人在接收这些诈骗简讯的时段相关的通信记录都没有，怀疑诈骗集团可能是使用这个假基地台来发送。当你的这个手机的讯号可能是在热门的景点啊、卖场啊、捷运站等等，那它突然开始飘忽不定讯号这个突然间转成2G、3G 等等，大家就要去留意了。治安专家提醒讲，若拄到手机信号异常的情形，就要特别注意。而且这也是国内第一件查到利用这种假基地台诈骗。对嫌犯讲是受到中国顶手指示，设备是对中国摕来台湾。警方也无排除幕后的主使者伫咧中国是集团性的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农民呢，今年是提早放往来或者往来提早开花，佮再加上这气候因素，今年往来大出的时间，对本地5月提早到4月。农委会也提早说明，这产销要安怎调节，除了加强内外销，4月也有关加工补贴来应用。针对农委会对于农民提早放往来害这产期提早，就地方的农会表示讲，若准要把这大出的时间小切开，会更较惨。建议农委会呢，会当把这往来买来拍掉。因为最近天气较冷，早春偏寒的影响，今年2月底进行采收的往来品质较无稳定，食起来较酸。农粮署讲，有一寡农友看到去年2、3月往来生了好，绩效也好，今年提早催花，产期提早1个月。今年就是抢着调节，所以才会变成1月的时候就已经产量快达到3万公吨，变成平常的将近翻倍，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农粮署讲，虽然遗憾，也是全力稳定产销，其中加工就会到12000吨。若是业者愿意用1公斤10块的计价向产地买往来，补贴会当提悬到1公斤9块。因那外销主要也是日本市场，不过对销去日本几多遍被验出有介壳糖加肥鹅等害糖，被要求要用烟熏，已经辅导农民用药啊防治。新增的比例已经在降了，我们新增的比例在日本市场虽然最高达到42%，其实相较于菲律宾的新增是87%啊。对农友提早催销，造成产期提早。全台湾往来上早上市的屏东，高雄农会讲，若是无提早催花上市，恐惊情形更加害。希望催花啦，你忙内容好，你将这量摕来3月底就好食嘛。你摕来3月底，为遐开始讲，我问伊的，未如是。对农委会各项产销调节措施，洪华进理事长认为，若要补贴加工业者，伊建议政府规矩评估收购往来，可能国家会当稳定绩效。因若进行团工，中国引入生涯往来的品种到海南证。农委会强调，国内4间栽培业者拢有签契约，外流的机会无悬。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客运进前已经起价，一寡路线也开始起了吼。这核心客运也宣布讲，对17开始呢，票价会起10%，上贵起30块。国公客运也发要起，已经伫咧3月中送件予主管机关审查，按算要起10%。这客运起价了后，民众反应是无共款，有人认为讲这起120块啊，也算是会使。行李关咧，旅客轮流上车，往回全台湾，袂少人坐国道客运较省钱。按过豪行客运宣布17开始票价要调悬，2排以外票价起30%，3排以外票价起20%，起价幅度上悬10%。近几年来，整个社会物资波动呢，以及油价的持续上涨的关系呢，使得公司没办法再承受这个整个营运成本的一个负担。
通例客运顶个月头一届调悬票价起10至20，第二届调悬7实施，19条国道客运起5块至20，国公客运嘛想要起价。3月中已经送公路总局台北区监理所审核，起1成左右。不过因为部分资料错误，互人退惊。各个厂出都上涨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及时反映，调整的幅度大概就在10% 左右。不管是票价的金额啦，这个部分或者区间，它可能会有一些误值的一个情况。台北区监理所记得，文件内底有类似同款的路线票价煞无共，唔只会退回，请业者补件。票价调悬，两组伫规定范围内，基本上拢会核准。要涨的话就涨啊，应该涨不了多少吧？哎呀，好像涨个10块20块。我不是很常搭，所以应该没关系。国道客运业者因为成本的压力调悬票价，有人认为调整幅度伫会当接受的范围，也有民众怨叹逐项拢起，只好减少其他开销。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联合信用卡处理中心统计，去年防投入信用卡的金额加起来就要到22亿，占整体这入卡早期的98%，而且这金额是比一年更较悬。短短10分钟内，连续收到几条简讯，银行家通知来，讲信用卡有入清通库，明明都无买物件，哪会有交易呢？原来伊的卡去互偷入。亲像这款的经验，不少民众嘛捌拄过。那一段期间刚好没有出国，然后但是盗刷是国外的金额，所以就赶快觉得就不对劲这样子。我是接到通知说你的卡已经锁住了，然后问他说因为你有刷游戏点数，应该是盗刷吧，我就说对。去年疫情的期间，大家踮伫咧厝里，真接用网络买物件。根据联卡中心的统计，111年网络防投入信用卡通报的金额要到22亿，甲去年来比，金额佫创下新高，一年增加超过13%，有恶化的趋势。去年来讲，大概它的通报金额大概是22亿3千万左右，相较于110年，大概增加了大概2亿7千万，98%还是以网络的交易占的大宗。网络投入信用卡是为倒位来的？除了对希望站骗卡号，电商平台泄露个资嘛是一种可能，尤其是黑皮、旋转拍卖、甲博客来等等，去有刑事局列做是高风险的卖场。警方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他们可能有一些电商平台可能个资外泄情形比较严重，刚好有在这些网站高风险卖场网站上购物的时候，那你就有比较大的几率会接到这样的诈骗电话跟诈骗的情形。跟他以前的这个消费行为不一样的话，这个时候就要产生一些警讯的一些机制哦。以前可能要达到比较高的金额才有事后的通知持卡人，那现在我们也把这个门槛降为3000元。银行局回应讲，已经要求发卡中心强化信用卡风险管控机制。警方嘛提醒，伫官方网站或者是有第三方审核机制的所在做网络消费，买当降低信用卡防投入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拢会啉提神饮料来增加你的精气神，不过医生也提醒讲，这款饮料拢有咖啡因甲糖分，啉了伤济唔但会调咧，佫会变大颗，上好是唔通直接啉。结束5天的清明节连假，不少上班族会伫开工的头一天来一杯咖啡这的饮料提神醒脑，也是选择能量饮料来补充元气。我没有喝会头痛啊，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喝会头痛，哎呀，所以基本上至少要1杯啦，至少要1杯啊。如果不够，自己可能下午再1杯这样子。其实喝咖啡因成为一种习惯啦，不一定有效，但是大家就是心里的感受吧。不过医师提醒，每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取量上好莫超过300毫克，相当是一杯大杯美式咖啡的量。若是食伤济，恐惊会食调的。能量饮料更较莫加啉，因为除了有咖啡因，也有各种添加物甲糖分，啉济颠倒会出现疲劳、头痛这类副作用。过分的摄取其实也是有可能会过度的刺激你的神经，反而让你也是出现一些类似像是一些失眠或者是一些过度亢奋，导致一些头痛、身体疲乏等等的一些现象。医师表示，虽然每人对咖啡因的反应无同，不过也是建议高血压的患者、有心的妇人，也是伫饲龄的妇女甲细汉囡仔，唔通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上班族若是日夜精神无好，建议每半点钟起来行大坐、伸温坐。平常时莫伤暗困，
啊，搁有爱加摄取高纤维、高蛋白的食物，搁保持规律的运动，安尼伫工作时阵就会当真有精神，提高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无焚化炉的南投县这粪扫问题真歹处理，目前南投县的粪扫已经放23万吨，干那草囤就9万吨啊！这环保署直接别的县市，希望大家来甲因斗3工。南投县环保局表示，讲目前有6个县市愿意协助，运入去的粪扫量已经提升到一工是200吨，目标是要1年处理8万吨。大型机具持续甲粪扫路堆顶悬，希望会当量出较侪空间。南投粪扫问题恶透，草屯的粪扫山愈囤愈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环保署发文予宜兰县政府，希望协助南投县政府。不过宜兰县政府表示讲，因有困难。我们一天大概450吨，那我们粗化活化目前大概有21000吨，我们这一些量优先处理。南投县无焚化炉。粪扫问题愈来愈严重，县府统计，全国目前有23万吨粪扫，草屯是9万吨。每一工南投县生产的粪扫量有250吨。原本台中市每年协助处理9万吨，县市合并了后，当年的处理量拢有在减少，即马每一年敢若协助处理300吨的金纸。辖区人口数变多，加上6都之后啊，那个所谓的非户籍的生活人口也变多。所以才会造成台中市本身垃圾处理量能不足。南投草屯的粪扫山愈贴愈悬，粪扫山边的鸟喙潭人工湖就要开始供水，为着不爱影响水质景观，环保署除了发文予宜兰县，嘛积极协调其他6县市，希望赶紧协助处理。不过，若是要根本解决南投的粪扫问题，嘛是要有因家己的处理设备。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长期都没有自主处理的设施。到1051年内，我们都有发公务给南投，可是得到他们的回应就是说，他们没有盖焚化炉的需求啊。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解决外县市的这个焚化飞灰底渣的使用的困境，也可以增加一些他们的税收。南投县环保局讲，按3月起，用只有处理费用含落渣再回等方式，有6县市愿意斗3工，每一工的外送量嘛提升到200吨。也若草屯的粪扫山，希望透过现场分类甲外送处理，希望年底会当完成粪扫刷除。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发予民众现金6000块，伫花莲地当一寡路头较压迫的所在呢，是无邮局也是无超商的，就交予派出所来斗3工发这个钱。今仔日会当开始领路，伫咧花莲地区计共有1300多人，台东有900多人，今领这现金咯。为着要领6000块现金，花莲县万因乡的民众透早去派出所遐等。村长嘛用放送头广播讲，大家要领钱爱照身份证件簿卡，经过确认了后，警察来普发，唔免去到较遥远的乡镇去领。西陵派出所667人，万隆分驻所298人，红叶派出所370人，共计1335人。今天起有登记的民众可至派出所领取。方便呢。6000块之后会怎么用？看病啊什么的啦。除了花莲万影响以外，台东地区的金峰乡嘛，因为无邮局，也是讲超商，6000块现金都爱予金峰分驻所来代替发放，拢总935个人符合资格。若乡亲行动确有不便，需要警方到府服务者，请拨打金峰分驻所的电话。警方将指派专人到府服务。这感觉怎么样？很好，因为我们原住民没有地方赚钱，而且我们老人家已经60、80岁的，也没有工作，也不能赚钱。有这个钱，我们可以去看病、去买东西。警方提醒民众，领的时间对初6开始到19，拢总有2礼拜。逐工对早起8点到暗时6点来发放。因为有的民众伊是代替人领，遮侪现金扎伫身上，难免互人会烦恼。所以讲，警方嘛伫现场来宣导，教人讲安怎避免去互人失去。记者综合报道。昨暗6点外，这高雄左营的美笑公园有一丛树仔熊熊倒去，也去逮到伫边仔泡茶开讲的民众，有3个人受伤，其中一个妇人人较严重，有一寡脑震荡，等咧住院治疗。干部局表示讲，这丛树仔的树头去互白遐食了，这规丛树仔才会倒去。市政府有派人去慰问，也讨论赔偿，而且也检查这公园内面的树仔。
徛伫树丛中，妇人表情痛苦，想要到一群人伫公园泡茶，煞互树仔牵着，3个人受伤，妇人的伤势较重，有轻微脑震荡，已经带医治疗。昨天他们在边泡茶，那瞬间的时候，树木倒下，砸到了3位。1位比较严重，2位比较就擦伤。高雄市的公园里面有很多的就所谓的这个树，然后而且都是那种属于那种头重脚轻，可是有一个相关的想法或对策，可以去因应。现场伫高雄市营区美翠公园树种是五救树，事发地点伫2里交接处，里长到场来检视，曾经有处理好。嘛，伫树木的树根发现真侪白叶的树，伤者的家属嘛无排除要提国赔。听到大家说树木倒下来了，树啊倒落来，紧走啦！伊就行动较慢，就讲合落啊。应该是白蚁去死啃树根，导致它结构力承载不足，导致它整个无预警的倒塌。市府回应，国赔定时较长，会甲伤者沟通，先透过保险来理赔，买派员专门来检视公园的树木，初步是无看到其他的树有同款的问题。记者王柳婷、陈hen坤个报道。常常听人讲，这狗仔吹狗咧，是因为看到歹物啊，互人听到讲这狗仔吹狗咧，心会惊惊。不过，即阵这匈牙利的研究发现讲，狗仔吹狗咧，事实上是甲因的基因有关系。狗仔和野狼过去这个血统是真相换，因为透过吹狗咧的方式去警告同伴、叫同伴，甚至是宣示主权。血统若遵守，愈来愈瓦近这野狼，也着愈到吹狗咧。这只看起来真乖的哈士奇，互主人牵入来房间内，研究人员开始放一段野狼在叫的声，互狗仔听。听野狼的叫声无偌久了后，这只哈士奇突然间就开始一直吹狗咧，吹甲足激动的。另外一只品种叫做马蒂肯的狗仔，听到研究人员放的野狼的叫声，只是轻轻啊吠2声尔，就拢点点啊趴在涂骹听。偏偏是狗听到野狼的叫声，反应哪会差这么多？匈牙利的研究团队讲，主要的原因就是狗仔的品种无同。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罗兰大学，一个专门研究动物行为的团队，总共找68只有人饲的无同品种的狗来做实验，结果发现，若是参像哈士奇、阿拉斯加牛刷车的狗，这个较古早品种的狗，听到野狼的叫声了后，就会吹狗咧来回应。但是，若参像拉布拉多、贵宾这有互人类混种过，也是品种较现代的狗，就对野狼的叫声无虾米反应。Those breeds which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wolves are more prone to respond with howling. 研究人员讲，野狼会透过叫声来甲共一阵的野狼靠做伙，也是对其他无共阵的野狼宣示领土的主权。虽然狗甲野狼是近亲，但是狗仔互人类饲久了后，就渐渐失去本能的反应，敢若会晓用吠的，愈来愈袂阁吹狗咧。This is kind of the first time we could show actually that domestication had a high impact, a strong impact on vocal behavior of dogs. 这项研究嘛发现，只要是5岁以上成年的狗，就会出现对野狼的叫声无同款的反应，而且公的会比母的反应更较明显。所以后摆听到狗仔吹狗咧，莫阁叫是伊是看到啥物模型啊，其实伊只是一只会晓讲古早狗语的狗仔。记者感恩恁朋友。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黑龙江新竹对17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2度到22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